老頭子教落講錢傷感情，但出嚟打工先明白，同老細講感情根本係極度傷錢。你以為你攞緊人工啊？你攞緊嘅一半係血汗錢，另一半係受氣精神撫恤金。最慘係受完氣買翻嚟嗰啲，卸完妝全部都係喬裝。男人要新鮮，女人要保鮮。其實人生就係一場諗盡辦法防止自己變質嘅過程，直到信用卡月結單寄到嚟。直到信用卡月結單寄到嚟，你先至發現人生一早已經變咗質，收入追唔上支出，享受變成還款，資產變成負擔，到最後連你個人生都變成負資產。所以真正保值兼保鮮嘅，隨時係古董錢鈔，因為佢哋嘅價值早就已經變咗質，由面值變咗做歷史價值，分分鐘越舊越有價。唔好再受氣啦，將你啲受氣錢變做會升值嘅藝術品，爭翻口氣好過啦。收到珍稀2026年夏季拍賣會預展喺中環成里商業大廈，記得電話預約。8月22號上環東協商業大廈一錘定音。上網睇睇 everyday rarehouseauction.com。記住，人生苦短，呢次唔好再俾佢甩走啦。電話23231884。